始啦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速抢答！全种牙和吃完最拿手的搭档忍术是什么？牙痛牙。过关！你不是说过几个礼拜才回来吗？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惊喜嘛！其实前2天我们通视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考完试了，这2天就在等通知呢。来了，说一块热闹热闹呢。周浩说啊，那天他在公司正赶上心烦，说了几句不着调的话，让你不高兴了，让你今儿来好好请你喝个酒，赔个罪。是挺像的，哎。哦，哎，不过他要是能像他笑那么灿烂，那脑袋上就不用绑冰这个玩意儿。对呀，这就是我设计的初衷，让他以后啊一看到这个，今天就不去了，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改天吧。是的，改天我们再聚吧。好，一碗没碗就这样，可以小气嘛。那怎么着？来不来了？不来了，人家家里今天热闹的不行，薛少心情也好的不行，没空搭理他们。你不跟我说白天的学校看他心情特别差吗？就是啊，谁知道呢？这脸变得比楼价涨得还快呢。所以我怀疑啊，有可能是恋爱了，要么也是喜欢上谁了。啊？不是这薛少身边有女人吗？除了他姐之外。我靠！不是吧？耶！哎呀，赢你啊，简直就是我的天职，你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啦！明儿乖乖起来晨跑吧。哎，要不然明儿我跟你们一块儿跑呗？啊？你忘了你的承诺啦？我要看日出。你起得来吗？起不来你多叫我一会儿呗。哎，你也跟着一块叫叫啊，我睡觉比较死。哎，要不栗子也一块儿吧？啊，我就不去了。这2天我天天晨跑，你们让我睡个懒觉吧。啊，这2天是栗子姐陪你晨跑的呀。哎呀，栗子姐，你真好，我对你更加咬牙切齿了。来，继续开战。我今天不把你打得跟我姓，我就跟你姓。开始啦！走走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赶紧的。小疯子，你再不出声，我们进去了啊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哎，赶紧赶紧的！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太阳升起来就没日出看了啊！哎，醒醒了，醒醒，醒醒！哎呦！啊！尿床。我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
最近你跟我姐好像走得还挺近的。啊？不是，我们现在一起工作啊，就每天，所以就是一块进一块出的嘛，就看着关系好像近了些，是吧？你说话怎么结结巴巴的？心里有鬼吧？不是你突然就劈头盖脸问我这问题，我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。我这说话能利索得了吗？什么叫心里有鬼啊？我心里能有什么鬼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能把我姐当一家人看，不能有别的想法，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琪琪是你妹妹还是你女朋友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怎么又转这儿来了？你说呀，她是你女朋友还是？她是我妹妹，我跟她怎么可能呢？行了，没什么。不是你快点啊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周总，您要的研发部新招员工的工资表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跟我来这套。孙乾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睡爽了吧？哎，这你不能怪我们啊！这薛洋都被你咬了，谁还肯继续叫你啊？为了看个日出，落一身狂犬病不值当吗？我看看，有什么的呀？你就不知道咬我一口？你咬我不就行啦？什么逻辑呀？这是。行，下次我知道了。你敢？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单位上班啊？我约了几个朋友，准备给你去捧场呢。明儿吧。行。今儿下午啊，我要去跟老马商量一下以后的工作安排，因为我可以长期在这儿打工了嘛。那就说定了。哎，冰窟窿，你也一起来呗？哎，不是，他去不太合适吧？不是，我约的是以前万源新绿的那些老同事，而且我一直也没跟他们挑明咱们之间的关系，他们现在还在万源新绿上班呢，所以这里边又会不会？没关系，改天再给你捧场吧。喂，我才走几天啊，你们俩都有私房话了？什么老板不老板的，哪儿跟哪儿啊？这个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快，给我解释解释，怎么回事？这汤还真不错哈。好喝。喂，薛家这2天都没什么动静，咱们这边的行动是不是也可以停一停？不行，薛茂祥肯定不会轻易放手的。我估计他下一步就要往省会城市跑了。哎，你马上派人跟当地的经销商联系，把他所有的销路全给他封死。这么大的范围啊，这是不是有点儿？我说过，要不惜一切代价。好。爸，怎么这么没规矩啊？进来连门都不敲。哎，你不在万源新里忙你的正事儿，跑这儿来干嘛？我这种有名无实的代理总经理，在万源新绿能有什么正事儿？还是得过来问候一下董事长，跟董事长聊聊家常什么的，比较符合我现在的身份。那我先出去忙了，董事长啊，不打扰你们爷俩聊天了。哈。哎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句句话都冲着王姐，她这段时间一直给我忙着呢，她招你惹你了？人家呀，这叫分身有术，给您忙啊，哼，给我那边也忙着呢。喂，哎，是我啊，哎，让你透露那个消息，这2天一定要尽快透露出去。哦，明白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袁杰啊，明天晚上楚木请咱们俩去酒吧。您说吧，
就招俩新员工，年薪的事他就这么干涉我。我签了字的文件，他说改就给我改了，事后连招呼都不给我打一声。那你说要我这代理总经理有什么用啊？直接叫我摆设总经理就完了呗。你给的那个年薪确实也太低了。外源新力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什么地方省，咱在招聘人才这方面不能省。这个道理我早就告诉过你啊。爸，咱说的不是这个事儿。汪姐现在可是有……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我心里明白。现在我有很多事儿，还指着她帮我去做呢。等做完了这些事儿再说。你呀，先管好你自己。你说你就这么轻易被人架空了，还有脸跑到我这儿来告状？哎，你不是说跟那些高层关系搞得都很密切吗？哎，怎么一出事儿，这一个向着你替你说话的都没有了？记住啊，总经理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不是老爸给了你个总经理的称号，就铁定是你的了。要是你没那个本事啊，真的有一天老爸死了，万源集团说不定会落到谁的手里。回去啊，好好多学学那些专业知识，跟上边的人啊都搞好关系啊。哎，对了，爸，那个楚墨辞职了，好像去了个什么环保公司，咱要不要查查他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要走啊？哎呀，没必要。现在薛家都快不是咱们的威胁了，一个小小的楚木算什么东西？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啊！你以后也把心思转过来，别老盯着人家，浪费时间。现在薛家都快不是咱们的威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薛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干你该干的事儿去，行吗？行，那我走了。